去有细细思量，去有答对，去有大于罗令的，一定会知影讲咱这个咱人讲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嘛，这个痕迹会展现出来，会展现出来。每一个这个痕迹，咱细细的去看，很细微的去观察，你讲慢慢来贴后，客气回归到温馨。生活当中丰富来时阵，是不是当记下心里面？咱若常常啦，比如种，咱若开车人知影，若咧开车时阵，上介容易展现着咱家己的个性。唔知大家有这种感受？迄若有迄种，咱若要找一个对象上好咱自家知影。你找迄个车水马龙所在，咱就咱看着伊的这个个性。那你面对咱厝内面上介亲近的人时阵，是毋是当心一心？这个是生命的痕迹，这是生命的轨迹，是不是当抽丝剥茧的去细细的去把它层层叠叠的把它翻开来看？咱来抽丝剥茧，为家己的这个生命来做负责，因为无人会当为家己的这个生命来负责啥物，哪有家己会当为着家己这个生命做负责？我这时期无大较细，是为着众，是一切众生自心迷无不同，迷心外面修行日本，迷无自性，即是小因。用开光顿道不积外修，但以自身上体证的烦恼因而上不能量，即是现实。这段嘛是咧甲咱讲，发财之地本来就无大较细，只不过咱每一个人众生呢，迷较容易，咱就是迄个迷赖的即个佛啊，佛就是已经开光救这个众生啊，不大较细啊，只不过是迷较大。亲像讲，咱即个心跳的，拢伊若咧伫外口咧找本来找门，来找门。咱来当发现着，咱开幕发现着咱家己即个自信的话，咱袂去向外找啊。所以呢，咱来当自信的当上体证的，烦恼因而上不能了，即是现实。你有时候人讲话，非常这白话，不是一就是零，不是正就是反，不是安尼就是安尼。简单的这个道理，不咱就是咱明白道理，不咱就是犹疑不定，犹疑不定。所以呢，抽丝剥茧的这个过程，互咱知影不行不行，无易嘛，这是可怕这是。他说讲，咱若无来抽丝剥茧
的人生自己负责，自己的心性自己发现，自己才可以对自己慈悲。这开始上爱讲哦，今仔我所做的一切是因为慈悲喜舍，不是因为我去互安排。伊今仔不是因为改过的这规定，是因为内心当中这个改过已经内化伫我的心中啊，所以执行自然有限。哦，因为安尼伊这个过程当中，咱才有机会抽丝剥茧去明白自己、发现自己、觉悟自己。那懂这个真真切切的懂这个力往自己的心里面去，往自己的内心成长，那才发现我们不一样。抽丝剥茧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会因为现在一切因缘无来影响到，无来影响到我这个别安尼起波咯，安尼会来发现，真是啊！那发现有1年前的我，跟1年后的我，只要让我有心，一定会成长，一定会不一样。这个是自信体哦，这当他的是菩萨，这当他呢就是无我，这当他就是无ความ乐。抽丝剥茧，就是要引导着咱家己的这个觉知着咱家己的这个自信，引导着咱这个恰处之心，知影着咱世界是虚妄的，知影着代志的始末，也是适合咱家己的这个意义。是拢比人人是拢比人安怎，拢是意义，这拢是有因有缘有果。伫心的内互咱的定呢是一个大定，毋是依靠着啥物法门来安定着这个定情的一个所在，毋免去打坐，袂去深山高路，不论伫啥物所在，咱的心会当带互咱内心这个大定。所以呢，人讲定就是呢，用因摄境，心不随转啊，心不随人。所以呢，除了呢，这个抽丝剥茧以外，咱秉持住的，秉持住的，秉持住的这条呢，其实较讲就是讲，这条咱三宝当中的这个品观啊，不谋合。跟咱若咧使用那个三宝的玄观的时阵，是不是爱8分比分开？是不是会当秉持？这个当下。咱只有看咱家己，咱只有当关照咱家己，关照伫这个内心当中，地位才有法度会当定。亲像这个棒球选手啊，棒球选手是不是心爱定？不管是这个欢呼声啊，是这个嘘声，有其他的这些心声，都是爱看棒球的比赛嘛。然后只要大家的天气在咧看，这个欢声雷动啊，大家拢叫啊气场着，这棒球，这不管是投手，不管是打击。心安定下来，伊靠法度会当展现着伊实力，就亲像咱的秉持资源，偌济这个分了这个因缘，咱的听与不听，见与不见，当然这有规划，这有历练啊，这有能量才撑得住，才 hold 得住，才挺得住。也是说，咱靠法度会当展现我们的实力，展现我们的真心啊。秉持资源，不是从咱的五官把它关闭，不是哦，不是眼睛闭起来就看不到，不是耳朵关起来就听不到，不是安呢。秉持资源是利用我们的玄观三宝心法，让我们能够把这个因缘秉持的都带到事后之后不让改变的心比较起波澜。所以呢，就因触到了因了，因影响因无来起了这个波浪，迄叫做思来这定思体就不足。这个道理大家都非常知影。咱若无抽丝剥茧，秉持资源去细细思量，那我们还是依然不我的话，嘛是照着咱家己这业修的时阵，嘛是思来应用的思体，嘛是这当自家己的身躯边呢，是思体就不准呢，我懂呢。所以有种人讲，若无因就地为上，地为上很不离主席。
当中敢会当有一粒沙，一粒就好啊，敢会使？袂使啦，解救啦，哦，所以目睭袂当有一粒沙啊，即便看不见，然后我一粒沙倒入去，我甲分出来一个，看无啦，看无却会碍事，看不到哦，却会碍事哦，所以目睭听甲你背不用，哦，所以呢，辨识资源，也就是讲咱会当做甲无量，那真念金念无量，念念相续断，然后为束缚。这就是真念前念后念，你敢若做智慧叫做束缚。哦，所以呢，这嘛是落做大体一段话啊。啊，因为即摆吼，就较条落做是想要做好朋友啊，所以讲讲好朋友的讲的话啊，所以较做一个利用。无事法者，即是无量，无一无中去，不起狂妄，用真智，用真如性，以地为观照，一切法不处不相，即是见心不得。这呢其实嘛是非常这个话啊，哦，那您讲的这无意，就是无意，这个意呢，就是讲出来这件事情这不准。咱讲听一个故事，叫做回乡爱这个女子过河。讲因的这个有一个师傅，啊，佮因这个徒弟，啊，这个师傅派了这个查囡仔过一条河了后呢，哦，啊，然后这个因徒弟就讲吼，你太安尼啦，你有这种代志真无下这个礼数，唉，你若要讲过去啦，哦，这物件早就已经过去，我早就已经放下。你亲像呢，做侪人拢有讲过去的恩恩怨怨、恩怨情仇，放了一世人，搁放伫咧身躯顶悬呢，但上机会时阵就摕出来用呢，拢放袂下呢。哦，所以一辈子背在身上，你迄个身体甲咱动来无用。那无着的无执着，无一定爱安怎随遇而安。一切外本拢是缘起缘本，你若识，咱若识透了后，咱靠我都当心有智慧。啊，无这是我现的，这是你现的，这是阮兜的，这是我的物件。咱若有执着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心有智慧。咱不是狂妄，狂妄就是一种气有业色，安尼走的这个状态，这拢是咱的意识本身的这个过程。哦。那无经过这思考啊，业色起用啊，一步错，步步错。咱到犯着，咱常常咧做咱家己，所互咱家己做协会的代志。有较有啦，在座各位真正看有可能。讲工课是安尼，家庭嘛是安尼，身体嘛是安尼，这拢是因为咱内心的这个情绪，伊若互外口来影响，内心的这正能量，咱就无法度来自行体用。我要来承载这个负能量，那如果现在这能量不够，现在这负能量起来，把它打得东倒西歪哦，所以容易一触即发。那我心里这个是恣意妄为，要发就发，要冲就冲，要讲就讲，要骂就骂，做这代志做了后，无法度来改变，无法度来修复，不管后果，冲出来啊，当他刚刚开始。气着的啊，我忍不下这一口气啊！我一定要冲出来，啊！我心内不准。哦，这个结果是啥物？我想，安尼非常无理，非常无聪明。咱讲聪明，非常无理。所以呢，辨识资源，辨识资源上界重要的是，咱会当看清，咱会当看透。理性过程本来就是一个缘起缘灭的这个因缘意啊，哦，没有对，没有错，现在，那这个是因缘意啊，自行利用这应对，袂伫这因缘当中伫来教训，袂伫这因缘当中伫遮来做罪，辨识资源才能够放得下，哦，提得起，放得下，不起波澜。按住着咱家己这个内心的心中这个大定的，
着因色色境，然后心不随缘啊。哦，这个是互咱的愿力会当稳定，会当持续。咱行到对啊，会当是对的。因为呢，我们有时时的抽丝剥茧，时时关照家己，会当品行出远。走到哪里都可以知道啥。咱的迄领家这是穿伫咱的内心，不是穿伫外口。哦，这是着咱来甲咱分享的一点。那伊着必定来使用着这个请心。